洞後微堅的磐石，伯多祿下。伯多祿率直自然，耶穌了解佢嘅性格，對佢亦都從來唔會轉彎抹角，甚至好唔客氣咁叫佢做撒旦，話佢只係懂得人嘅想法，就唔知道天主嘅意願，又怪責佢係小信德的人。耶穌喺被捕當晚喺革責瑪尼山園祈禱，苦難即至，他開始驚慌恐怖，希望自己所愛嘅門徒能夠陪伴佢，於是就同佢哋講：我的心靈悲傷得要死，你們留在這裡，且要醒寤。不過門徒佢哋就不以為然，忍耐唔住瞌起眼瞓。耶穌嚟到伯多祿面前，好似對住摯友一樣，毫不掩飾，真情流露，同佢講：西滿，你睡覺嗎？你不能醒寤一個時辰嗎？好似伯多祿咁樣性格嘅人，好容易鑄成大錯。呢位宗徒嘅錯眾所周知，喺耶穌受審嗰陣，佢3次被問及佢同耶穌嘅關係，因為害怕彷徨不知所措，伯多祿3次都話自己唔認識耶穌。其實耶穌十分了解佢，體諒佢，喺佢犯錯前俾咗佢一個提示，一個信號。伯多祿，我告訴你，今天雞還未叫以前，你要3次說不認識我。後來伯多祿真係驚慌害怕，果然3次唔認耶穌。耶穌仲刻意轉過身來看了看伯多祿，好似喺度鼓勵佢、支持佢，叫佢唔好灰心氣餒，唔好因為一時嘅軟弱而失望。伯多祿同耶穌四目相交之後，就即刻感動，淒慘地哭起來了。佢容易犯大錯，容易跌倒，但係跌倒之後即刻痛悔，有勇氣企返起身。錯而能悔，悔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耶穌喺預言伯多祿背棄佢嗰陣，已經細心提示佢嘅苦難為門徒係一個考驗嘅時刻。撒旦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。佢仲語重情深咁同伯多祿講：西滿，西滿，我已為你祈求了，為叫你的信德不致喪失。待你回頭以後，要堅固你的兄弟。計題嘅時候，伯多祿諗起嘅唔單止係自己嘅罪過，更加係主嘅慈恩無微不至。佢痛哭流下嘅唔單止係懺悔之淚，更加係感動之淚、感恩之淚。佢知道耶穌已經寬恕咗佢，佢肯定耶穌為佢祈禱，扶持佢嘅軟弱，改變佢嘅粗心大意。佢亦都體會到佢嘅跌倒同埋痛悔，為佢未來嘅使命有重大嘅意義。佢企返起身之後，要堅固自己嘅弟兄。按照福音所在，伯多祿生平最突出嘅就係佢明確咁、公開咁對耶穌作出信仰同埋愛嘅宣證。當耶穌行咗增餅奇蹟，對群眾談及佢要賜俾人佢嘅血同埋肉作為永生嘅食糧嘅時候，好多人聽到都覺得係無稽之談，紛紛離佢而去。耶穌對佢嘅12門徒話：難道你們也願走嗎？耶穌唔妥協，連喺最親密跟隨佢嘅門徒入邊，如果有人唔信賴佢，佢都會毫不惋惜咁，不加挽留咁俾佢哋自動離去。
伯多祿就喺呢個時候發言：主，惟你有永生的話，我們去投奔誰呢？我們相信，而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聖者。伯多祿呢句說話係一個精簡漂亮、發自肺腑嘅信仰宣證。喺開始走向耶路撒冷、走向苦難、死亡、復活嘅時候，耶穌喺路上問門徒：你們說我是誰？伯多祿毫不猶豫咁樣答：你是默西亞，永生天主之子。呢個亦都係一個言簡意深嘅信仰宣證。喺呢個情況下，耶穌將領導教會嘅任務交俾伯多祿。約納的兒子西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為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，而是我在天之父。我再給你說，你是伯多祿，在這磐石上，我要建立我的教會，陰間的門決不能戰勝它。我要將天國的鑰匙交給你。呢度就係點解我哋嘅伯多祿畫像或者雕塑時時手中握有鑰匙啦。耶穌復活之後，喺加里肋亞湖邊顯現俾門徒，有3次之多問伯多祿：若望的兒子西滿，你比他們更愛我嗎？伯多祿就3次坦誠咁樣回答：主，是的，你知道我愛你。耶穌就將自己嘅羊群交付俾佢。你餵養我的羔羊。伯多祿雖然有短處，雖然有傷痕，雖然曾經跌倒過，但係佢爽朗敦厚，有領袖才能，有大將之風，亦都有赤子之心。尤其係佢對耶穌嘅信同埋愛係真誠濃烈嘅。耶穌亦都信任佢，愛佢，將自己嘅教會託佢帶領，將自己嘅救恩使命交俾佢去延續、去發展。喺宗徒大事錄入面，我哋可以見到伯多祿點樣秉承主命，盡心盡力，施己所長，備己所短，去領袖初期嘅教會。時至今日，2000年後，天主仲將呢個使命一代代咁交俾伯多祿嘅繼承人。至今，我哋嘅教宗良14世已經係伯多祿嘅第266位繼承人啦。耶穌亦都好似昔日對伯多祿一樣，陪伴、指引、支持、愛護我哋嘅教宗，讓佢牧養領導自己心愛嘅教會。